来，这是台北市议员林延峰继续来压料，讲金华城为着要摕到20%的用这奖励，承诺讲会捐予市政府800平方公尺来当作是清创基地，但是当时产发局的评估并无需要这个空间，结果柯文哲就写纸条啊，予产发局长讲安怎做拢会使，紧就好。了后，台北市议员杨晓薇嘛来插手开2届的协调会，甲产发局施加压力。市长有交给林崇杰局长提出甲产发局官员的对话记录，证明柯文哲真正有下便条。时间就伫咧110年的11月，爱产发局赶紧接受金华城所提出的花卉空间。林延峰压料的信息证实，产发局伫咧过当年2月同意接收。不过详细看时间会发现，动手的毋那是柯文哲，阁有共款当咧红基爱市议员杨晓薇。就是这场110年9月初6的协调会，杨晓薇、都发局、产发局拢出席。会议的结论载明，相关的花卉措施后续牵涉到府内各相关单位的权责，敬请到时会当依法协助办理。奇怪的是，都委会明明9月初9才要开会，讨论的内容，哪会3天进前就有结果啊？都委会都还没有召开，你们怎么协调会就已经在讨论相关的回馈设施要？市府的单位来协助，那么有把握。继续来看时间，柯文哲11月公告细部计划下便条告外月了后，12月15，杨晓薇阁开一届协调会，这个经华城案的关键证人，台北市都委会执笔小秀杯，甲前都委会执笔刘秀玲，阁有经华城的真情代表，现任顶月开发执行副总张嘉文拢有出席。协调结论爱陈经玲赶紧甲产发局沟通，不过改建案敢真正这么着急？去下便条纸，去要求一个于法无据，甚至会导致我们基层公务员同仁犯法这样子的疑虑，都还在产发局跟业者还有都发局他们3方之间还在那边公文往返的时候，请问一下，又怎么闹到市长那边？市长当时又是谁去跟他告状的让他下这个条子？即马证据一个出来，当年市长甲议员到底敢有杀财团的提案，恐惊唔是柯文哲一句唔知影，就会当解说清楚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